淹沒喺歷史洪流嘅前東德霸者們。德國統一唔經唔覺已經係30幾年前嘅往事。雖然以往德國分裂嘅時候，西德無論喺國家隊同埋球會賽事層面都壓倒東德。不過萊比錫火車頭、特雷斯頓等球隊名稱對資深嘅球迷嚟講，相信仍有一定嘅印象。呢次就等我哋回顧一下昔日東德著名球隊嘅狀況吧。合併後嘅德國聯賽，1990年柏林圍牆倒下，東西德宣布合併統一。不過實際上，無論係政府架構、政治制度、貨幣，甚至係足球等體育聯賽，東德係加入西德原有嘅系統上面。所以喺1991-92年賽季展開嘅首屆德國甲組聯賽，就係按此前一個賽季嘅東德甲組聯賽成績最佳嘅兩支球隊，就係羅斯托克同埋特雷斯頓，加入原屬西德甲組聯賽嘅18支球隊合組而成，形成有20支球隊參加，最終有4支球隊降班嘅聯賽。同屆嘅德乙聯賽就係東德甲組聯賽成績第3至第8名球隊加入西德乙組聯賽體系組成，其他前東德球隊就加入統一後嘅德國低組別聯賽。末代冠軍羅斯托克。羅斯托克喺1965年成立，1990-91年賽季奪得最後一屆東德甲組聯賽冠軍，亦都係佢哋唯一一次成為東德冠軍，並因此獲得歐洲足協特別准許同最後一屆西德甲組聯賽冠軍球隊海沙羅頓一齊代表德國參與1991-92年歐洲冠軍球會杯。可惜羅斯托克喺首圈就遇上巴塞隆拿，兩回合總比數輸咗1-3出局。剛好海沙羅頓喺第2輪亦都係被巴塞殺退，呢個係題外話啦。而羅斯托克喺首屆德國甲組聯賽只能夠以第18名完成賽季，只踢咗1個賽季就跟另外3支前西德球隊降班。經過3個賽季喺德乙打拼之後，羅斯托克喺1995-96年賽季重返德甲並成為亞軍，之後逗留咗10個賽季，到2004-05年賽季先再次降班。後嚟羅斯托克喺2007-08年再返回德甲，但係呢一次只係堅持咗1個賽季就降班，呢個亦都係佢哋至今最後一次喺德甲角逐。羅斯托克近年嘅情況更加差，喺2012年賽季第2次降落德丙聯賽就一直冇再升班，之後曾經升上德乙3個賽季，喺2024-25球季又開始喺德丙征戰。東德國家隊歷史上上陣次數最多同埋入球最多嘅著名球星史特賴希曾經喺羅斯托克效力多個賽季，喺1992年歐洲國家杯決賽周披上德國隊10號戰衣嘅，成為德國統一後首名大賽10號球員嘅多爾，亦都曾經係羅斯托克嘅主將。到咗千禧年代，協助利華古遜成為德甲強隊嘅比連列治同埋紐維利，亦都喺羅斯托克打響名堂。